长时间手路菜要带大家食同款是无共的手路料理。这间烧饼店的头家蔡金国本来是拍铁工厂的头家，专门咧做白铁煮食的技师。落尾因为生意真歹，订单减真济，才会改道和师傅学这煮食的，来卖火炭烘烧饼。店里这个饼拢是直接发酵，无用发滚。像讲上出名看板三角饼，敢若小可改良尔尔，用这个面册无加鸭味料，包葱仔入去内底，搁再用火炭来烘，会当食到面粉，也搁有葱仔的香味，口感吃起来外口圆酥酥，内底会软软。太热没办法装盒子了。好，130。太热反而会造成里面的馅有没有比较容易变质。一捆头就买10粒，伊的外皮过白膜啊，内底是有简单的猪油甲葱仔做内餡，这个好食搁煞脆的咸酥饼，互消费者安尼食一遍都会叼嘴。它的皮就是很酥，然后吃起来口感很好，超级无敌好。然后那个馅就是咸度又够，葱又多。我开始吃就已经10年多了，然后平均大概每一个礼拜都会来这边光顾一下。中 Q 度的面粉甲倒落去搅，再搁用打烘好的滚水含冷水烧淋落去烹面糊。用这种烫的面都叫烫面。对，这个就是纯粹是烫面，你没有发就是叫烫面而已。它热水烫了之后，那个面粉它本身有蛋白质，蛋白质会产生热变性。热变性之后，它就会产生我们那个嚼劲会变成不一样。经用这落烧水来甲做烫面，面粉甲泡搅匀了后等发酵，再搁甲掺糯米落去烹第2遍，尾手送入去冰箱冰20点钟了后，就要来掺这个甜粉甲冷水来做第3遍的烹面糊。都爱予面糊安尼有小可干尖的状况，安尼口感才会好，嘛上有香气。不过这个面糊到底是有好还要袂，这拢爱靠头家蔡进国一支好片师的片来甲片才会知影。这味道还不是最香的。我这个面比较软，所以你在做的时候有没有？它要在那个它面还有筋的状态下，就把它完成。包一大碗的青葱仔做内餡，再搁紧来甲包面，搁甲卤汤水，安尼膜仔才过会调，搁甲切到平大，安尼这个三角饼就会当准备落去烘咯。木炭在走有没有？然后我们在下锅的时候，它从第一个这样子慢慢贴过来，先进去的，它的这就已经等于在烤了。伫咧20年前，蔡进国阁是一间铁工厂的头家，专门咧生产迄落史典尼式的厨房用品。不过尾啊景气无好，工厂阁甲收起来，才来含师傅学做烧饼。不过对做食伊拢无经验，做着嘛是劳心苦俭。制作之后，自己真的去接触了之后，才发现说哇，这个东西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。我都以为说经过了20年，我已经忘记。因为有时候就有些事情真的是不是能够讲得出来的那种。伫个心内上感谢的，要是阿姊甲姊夫，就算讲开业已经20年啊，生意嘛算讲真稳定啊。伊嘛是真坚持安尼照起工，逐工就做12点钟以上，做到了客人的微笑，还有我们内心的快乐。翁仔某2个小敬小甜，来做出这款俗价的炭烘烧饼。虽然讲看到真朴实，阁袂奢侈，不过每一喙甲食伫心内，拢会当感受到蔡进国甲郑朝辉的用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